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。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值得深交星座 Top 3。第一名摩羯座，第二名金牛座，第三名巨蟹座。第一名摩羯座，深交價值指數98分。摩羯唔會隨便親近人，但識得佢哋越耐，就越值得信任。佢哋講出口嘅說話，基本上都會做到，而且界線分明，唔會含糊。佢哋唔會靠熱情去維繫關係，但總係會站得住腳。喺關鍵嘅時刻，往往都可以成為你嘅依靠。時間自然會俾到你一個答案。第二名金牛座，深交價值指數94分。由於金牛好重視長久嘅陪伴，同佢哋相處起嚟會覺得踏實又安穩。佢哋唔擅長講甜言蜜語，但係勝在夠可靠，習慣用行動嚟做表態。佢哋一旦認定咗立場，就唔會輕易改變，亦都唔會隨便反面走人。交情愈深，就愈令人放心，因為佢哋一直都會伴隨喺你嘅身邊。第三名巨蟹座，深交價值指數90分。巨蟹對人多數都係出於真心，情感細膩之餘，亦都好長情。一旦認定你係自己人，就一定會將你放喺心度。佢哋願意照顧，亦都願意守護，從來唔會輕易放棄一段友誼。當你難過嘅時候，佢一定會陪伴喺你嘅身邊。到你同佢成為咗深交之後，你就會更加體會到呢一點。唔知你又有冇呢種深交嘅朋友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